嘛是选举的新闻，前总统马英九今日透早呢，替这个台北市立委候选人赖士葆徛台搁扫街，讲到外界就是讲，伊袂出席选前质押，是因为进前伊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时，讲到两岸关系必须要相信习近平这款的言论和国民党切割的讲法。马英九强调讲，伊是无接受到邀请，唔是被取消，伊嘛袂感觉委屈。还有就是讲，尊重这个党中央的规划，赵少康甲朱立伦嘛赶紧澄清讲，唔是切割，是无希望讲马前总统搁和民进党来攻击。马总统加油！选前最后阶段，前总统马英九一采起替立委候选人赖士葆徛台扫街，不过进前接受媒体采访有讲到，两岸关系爱相信习近平，引发争议。那赢的选前之夜，伊嘛无出席，互外界怀疑，伊是互人划清界线。我没有接到邀请，接到邀请我当然会去。那会不会觉得蛮委屈的？因为自己还有花钱刊登广告。哦，不会，因为我们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是不会改变的。强调家己唔是互划清界线，搁八回唔是互取消出席，是一开始就无互邀请。不过资深媒体人恩伟汉替伊真委屈，讲这是用真心换绝情。讲马前总统家己开钱买广告，煞无法度出席选前之夜，甚至互人当作是一个麻烦。整个选前之夜的规划，我尊重党中央以及竞选总部的规划。在这个时候讲任何一句话都很敏感。那以马总统的个性，一定会解释他为什么讲这句话。一解释，万一人家又在这里面挑到任何一个语病啊、小毛病啊，就很麻烦了。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回应拢真保守，强调一切拢是尊重党的规划。党主席朱立伦马上问到这个问题。昨天晚上的民进党的造势活动，从头到尾都是披麻大会，所以我们不愿意希望不愿意马总统再受到这样子的恶意的攻击。党内大咖拢跳出来背回，讲唔是要划清界线，是因为善意的考虑。选前最后关头，所有的敏感话题，拢爱细致回应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